主后2023年4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是土地最终的分配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约书亚记》12章第1节到24节。伫约旦河东边，对阿伦山谷到希文山甲东边的阿拉巴全地区，以色列人所拍败的王甲所攻取的地记伫下面。一个是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伊管辖的地区对阿伦山谷边的阿伦尼甲山谷中的城，以及基列的一半，直到阿文人的边界雅卜河，搁包括东边的阿拉巴到加利利湖，往东经过北亚西末的路到阿拉巴海，就是盐海，搁往南直到比苏加的山坡地下面。搁有巴珊王噩，伊是村落来的利法因人，住伫阿斯塔略甲伊德来。伊管辖的地区是赫文山、萨甲巴珊全地区，到基述人甲马甲人的边界，以及基列的一半，直到希实本王西宏的边界。这两个王拢互上主的仆人摩西甲以色列人拍败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将因的地，互流便支族、迦得支族、甲玛拿西半支族做基业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拍败约旦河西边的王，对黎巴嫩山谷的巴勒迦得上到西尼的哈拉山。约书亚将迄个地照以色列逐支族应得的份额分互因做基业，就是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徛起的山区、山坡、阿拉巴山坡地、旷野甲南边的地。这个王就是耶利哥王、伯特利附近埃城的王、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亚米王、拉结王、伊基伦王、基色王、底匹王、基德王、荷利马王、阿拉德王、利纳王、阿杜兰王、马基大王、伯特利王、塔普亚王、希弗王、阿弗王、沙伦王、马顿王、哈瑟王、新伦米伦王、阿萨王、塔勒王、米格德王、基利斯王、加密附近的约念王、德尼山头的德尼王、吉甲的哥印王、得撒王，总共31个王。上帝是土地最终的分配者。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版图渐渐扩大，占领的土地包括山区、山岭、约旦河谷东边的坡地和南边的大地，总共31个城市。拄亲像上主对约书亚所讲的话，照我对摩西的应允，恁的脚踏过的地，我拢要赐予恁。出名的圣经学者布鲁格曼支持旧约学者哥特华的观点，认为这个受征服的城市名单
反映着因内部的冲突，因为城市象征着大量的剥削性财富和集中的权力。伫约书亚的带领下，农民已经准备好要攻击甲南城邦制度的剥削力量。有上帝吩咐，古代以色列的行动诚侪抗衡主流经济剥削的革命性选择。另外，这段经文讲述，互以色列声称因占有土地的权利，甚至凌驾其他群体。总是圣经无讲到这个应允有包括占领土地的权利。上帝用意是要互以色列人有所在通徛起。虽像土地袂当看作是私人的财产，所有土地拢是属于上帝。以色列人只是寄居者尔。圣经学者保罗讲，圣经前6卷册拢袂捌用以色列人的地这个词，这表达土地的生命和身份并无受制伫以色列。土地是上帝赏赐予人的礼物，这意思是讲，认为不过是土地的寄居者，毋是土地的主人。所有的土地以前是上帝，现在也是。只有上帝才是通决定啥人会当住伫这中间，伊才是土地的分配者。以色列人拥有土地，是因为上帝信守伊的应允，毋是人靠着能力也是无力就通得到土地。拄亲像约书亚讲的，呾我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，恁确实知，上主恁的上帝应允要互恁的福气，无一项落空，拢实现伫恁身上。做一人若违背上帝约，会带来祸患。你若违背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约，去服侍跪拜别个神明，上主会对恁发生气，恁会真紧对伊赏赐互恁即个水的地灭亡。以色列人对接受土地开始，就面对另外一种的挑战，管理上帝的土地所带来的责任。拥有土地也可能导向滥用土地、扭曲上帝话语的试探。现在对咱来讲也是安尼，咱通袂记得上帝奇妙的带领和保护，伊眷顾万民。土地是上帝子民的安息之地，伊互野生的得到安息，受压迫的得到讨放，夭餓的得到饱足。今仔日咱所拥有的土地是上帝所赐的礼物，愿咱好款待土地，维护人甲土地、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互万民有通安息的所在，互万民生生不息。默想，我安怎维护人甲土地、人甲上帝的关系？我安怎维护人甲土地、人甲上帝的关系？咱来祈祷，赏赐土地的上帝，求你互万民有通安息的所在，互万民生生不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